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都好齊集雙嘅。快啲嘅馬，中間龍澤飛第3位嘅馬，咁啊埋邊位置係有形量嚟㗎。外邊啊八心之星啊走咗上去，龍澤飛區中間第5啊，第6位內欄有花開啦，出邊啊知恩徒步啦，中間咁啊大約第8位嘅馬呢，仲有橙衫部族高手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紅衫粉紅好，馬冧中間就黃金騎士內欄攝上去，愛心波啊，外邊呢仲有隻細水長流，後邊3隻粉紅衫外邊爆出美麗尾爾天蓬貓要攞埋出去，等入邊啊嘉樂寶區啊入正將去直路啦，前面君達德啊佔先啲嘅，外邊追佢噶嘛，有形妙星啊，再見到中檔有龍澤飛區啦，入邊追有形量啦，馬林中間穿上嚟有黃金騎士，最出嗰邊知恩徒步細水長流天蓬貓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透出噶嘛，形妙星黃金騎士率先過佢，外邊仲有隻細水長流，最後50米到外邊細水長流，入邊呢就黃金騎士細水長流，咁啊都未跑過1600㗎。咁但係終點前似乎有機會壓倒咗入邊嗰隻呢，就黃金騎士啊！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埋邊跟前嚟跑，形妙星第4名都好接近㗎，埋邊愛心波出邊係天蓬貓，需要影相。麥文堅打開季內勝利之門啦！